百工讲台语，台语讲百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的主题，就是我伫赤地店讲台语。即马地球的气候改变，热人的温度啊，愈来愈悬，不时啊，就会呛到30-40度啊。伫遮尔热的天气啊，我定着爱来一杯大大杯的赤茶。迄水讲啊，若甲插入去，大大喙甲啉落去，啊，规个人啊，拢爽快起来咯。赤茶啊，就是华语讲的手摇饮、手摇杯，也有人啊讲是手赤茶、赤仔茶。目前啊，全台湾卖赤茶的店，拢总啊有买3万间呢，比利便商店搁较济啊。伊啊也变做是热人的时，大家啊拢会逐工啉的物件。那安尼去赤茶店会用到什么对话咧？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，咱特别来和大家做伙来分享。咱下课以后啊，若要招朋友做伙去买赤茶，咱会当先甲朋友问讲：恁的喙焦无？这时啊，对方一般拢会应讲喙焦啦，咱紧来去买一杯。啊，若来到赤茶店以后啊，真侪人就会开始丢毒，因为啊，唔知影要啉啥。饮料店连这个饮料的甜度也分做无糖的、3分甜、5分甜、7分甜和全糖的啊，迄个冰度啊，也拢总无共款。所以咱定定伫赤茶店听到人讲啊，我要一杯红茶，无爱甜，3分冰这类的话啊。点好以后，咱若有家己早馆啊去买赤茶啊，咱嘛会当甲店员讲，我有家己的馆啊哦，安尼啊，毋若省5块，阁会当做环保爱地球。虽然啊，台湾的赤茶百款啊，好啉阁方便，总是啊，咱也毋通啉伤济哦。所以啊，若有朋友定啉，逐工啉的，咱得甲苦劝讲啊，毋通啦。你安尼糖分伤济，毋若会大苦，长期落来，阁会伤身体呢。总是啊，这时定着会有较热的朋友，伊会应讲啊，哎哟，遮尔恐怖，安尼我紧来啉一杯珍珠奶茶，缀惊一下。其实啦，咱讲笑罔讲笑啦，赤茶内面的糖分和加工的成分拢袂少，所以啊，要啉无要紧，毋过啊，千万唔通啉伤济哦。最尾啊，咱来复习一下今仔日的句型。恁的喙焦无？喙焦，咱紧来去买一杯。一杯红茶，无爱甜，3分冰。我有家己的馆啊，唔通啦！你安尼糖分伤济，毋若会大苦，长期落来阁伤身体呢。遮尔恐怖，安尼我紧来啉一杯珍珠奶茶，缀惊一下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。会记你买赤茶时爱讲台语哦。咱后摆再会。